到早，欢迎收看8月2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今头起先来关心秘鲁连日咧落大雨，引发严重的水崩山土石流。咧出名的景点马丘比丘受大量的旅客受困，也有真侪道路马龙断站，甚至是有发生规模6.7的地震。好在在这地震深度有较深，是无造成严重伤亡。 雾霾水正错流，土石也崩落来，严重阻碍着要去知名景点马丘比丘的路，游客走来闪去。秘鲁最近落大水雨，唔但引起水灾，搁较互印加古道关起来。气象专家指出，这波极端气候甲性形现象真有关系。Este evento ha ocurrido en unas condiciones donde la temperatura del mar están cálidas por el evento El Niño. Entonces, esta situación ha sumado a la inestabilidad de la atmósfera que ha ocasionado vientos, ha ocasionado lloviznas también en la franja costera, desde la costa central hasta la costa sur. 受到连续几日天大水雨的影响，阿雷基帕地区南部沿海公路也互土石流甲崩石严重破坏，每10公里的路段交通完全断站，数十台卡车甲巴士袂顶袂动，车顶载的民生物资也有派去的危机。 Hay niños, personas adultas, y nosotros necesitamos el apoyo acá donde estamos parados 4 días, desde el día domingo estamos acá. 除了落大雨做大水，秘鲁中部拜市又搁发生规模6.7的地震，加在深度有99公里，无传出重大的伤亡。也毋过面对地震甲极端气候相重威胁，官方毋敢大意。前几日特别举办全国性的复合灾害演习，总统藤森惠子亲身视察，希望会当借着实兵演练，确保伫个灾难来的时，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聪编译。 今仔日咱台湾也是继续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雷公雨甲阵雨。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台东4个县市来发布大雨的特报，中南部规工拢会较高落雨，也若伫咧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嘛会落阵雨。 也若另外讲到今年的第18号风台3点呢，有可能会增强，正做是强烈风台，对咱台湾的影响偌大，也阁爱继续观察。雨落甲遮尔大，伫咧宜兰南洋溪是规个涨悬起来，所有在做工程的连接车、赶司机拢受困伫咧桥骹，好甲在人是有顺利互救出来。因若另外伫咧屏东是有幼稚园的门口规个拢淹水，高雄的路里阁会当看到这沟仔挂有水拢溢出来。 搜救人员有所协助司机过岔流的溪水，宜兰20透早落大水后，地势南洋溪水涨悬。消防局4点半举报有连接车连人甲车掉伫福罗岛大桥骹的溪内。 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根据了解，连接车是当地河段稍准工程的工程车，司机好像无注意到20因为落大雨停止施工的通知，也是想要把车开去对岸，唔使调着。好在人袂要紧，大雨落袂停，是因为宜兰受到西南风增强甲低压带的影响。那屏东同款落大雨，有家长透早带囡仔上幼儿班，煞看到幼儿园头前规个淹去，连车都爱小心通过。土地的部分啊，它就是那里就是陷下去。我们112年来的时候，它就是这样。 路面较低，地势落雨就淹水，互部分家长感觉接送不方便，希望相关单位也当改善。排不出去的状况是因为瞬间的那个暴雨量进来没办法排。那目前军方是有准备那个马达在那边抽嘛，用抽送的方式。雨落甲惊人，还有高雄有骑机车人经过汉神巨蛋附近，看到路面的人空挂，因为中港雨一直满水，出名的地漂办公大楼也捌因为乌云甲部分建筑砍去。 受到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的影响，南部地区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预估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多个地区如左营、旗山、美浓等区，过去24小时累积的雨量都达到100毫米以上。南部各县市19下晡开始持续有低延时强降雨，也是落大水雨。台南透早天气同款无好，落大雨后天规个蒙，视线真歹。气象站提醒，到这个礼拜六为止，中南部地区也是落雨的重点区域。民众若是要出外，一定要注意天气，也甲落雨资讯，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道1号伫咧苗栗3期的路段，19中道有一只厢仔车要去机场，煞和头前的电动车相撞。这双方的驾驶落车来看，后壁随着一只轿车挡袂住，佮弄到，拢总造成6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是重伤死亡。即马警方是调查出，咱像这第3只的轿车可能有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详细事故原因也搁来厘清。车祸现场一位查某驾驶坐伫内侧护栏，意识清楚，只受到轻伤。伊就是造成二度对撞的细林驾驶19中道国道1号苗栗3期路段发生这件车祸。乌色厢仔车甲电动车先伫947.8公里的所在内线车道发生相撞，双方驾驶落车伫路中查看佮协商。不过，就伫这个时阵，另外一台白色的轿车紧紧驶过来，第2摆对撞，造成2个人受伤送医。其中2个人受伤严重死亡。本驾驶人江南林女报请检察官抽血检测中，林女酒测值为0，江南及车上女乘客53年次菲律宾籍，送苗栗大千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上头先发生相撞的电动车细力驾驶，虽然捌恢复生命现象，也毋过20透早，也因为受伤伤重死亡，造成死亡人数搁增加1人。根据细林驾驶，向警方表示捌开启 ACC 辅助驾驶系统，后来搁变讲袂起来啊。警方继续咧追清楚代志的原因。我现在都不管他，他方向盘他会车道自中，因为这还有车道自中辅助，他一直保持在车道的中间。实际上路实测，驾驶配有 ACC 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会当正确控制车道之中对车距离甲速度，必要时也会当启动 AEB 自动紧急打档案系统，达到主动安全的防护目的。也毋过专业汽车技术表示，虽然 ACC 是利用车顶的雷达甲点样机来整合主动安全系统，也毋过驾驶人也是袂当无专心。你已经预判到它那个是禁止的，可是你的 ACC 系统没有马上介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驾驶这件事情接管，你就必须要做正确的处置，而不是去等待我的车子，他怎么不刹车，他怎么不避让，这样是错误的。汽车技术表示，辅助驾驶无等于是自动驾驶，更较袂当取代驾驶人。建议这会当使用伫路况较少、固定速度、更较长途的路程，使用中毋但爱继续注意路况，加上防卫驾驶的概念，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采访报道。伫咧高雄有民众看到一台中间病院的轮椅，互人改做电动的，佮伫咧车路爬走，速度袂输奥多摆。这款的行为毋但真危险，而且是已经违法，得来食罚单。一个查甫人坐轮椅，速度袂输奥多摆，甚至有时佮甲汽车并紧。高雄有民众18伫咧高雄中间病院附近的公园路，看到这台轮椅驶伫咧车路，敢若甲车辆咧拼速度。这明明是病院的轮椅，煞改装加一点，变做电动轮椅驶上路。民众看到是拢感觉真危险。这个不 OK 吧？因为它电动的，至少它操作不一定好用啊，而且很危险啊！你在马路上这样子跑，车流量那么大。这台驶上路的电动轮椅应该是属于中间病院的。院方表示，病院提供的轮椅，民众只要登记，唔免押金，就会当借来使用。这个民众无甲轮椅行倒转来，佮家己改装做电动的，伫咧病院外口爬走，实在无妥当。而且警方也讲，这已经违法。该名男子在未划设人行道之道路不靠边通行，违反同条例第78条规定，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林部分局表示讲，亲像轮椅的行动辅具，若是改装，已经无符合医疗器材规范，而且佮驶上路，警方认定这是非属汽车甲动力机械的动力载具，违法是会当罚1200块至3600块。记者顾兆勇高雄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内有安徽省同乡会秘书长，伫咧2023年接受中国的委托，安排24位同乡会成员甲理长去中国接受交代，佮要求要支持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但这个秘书长是被判刑4当6个月。再来看联合报，新竹市丰平工程公司去年受到陆军的委托来运送土石，所以偷倒这10万立方公尺的废弃物，检方是已经起诉负责人等9个人甲6间公司，也佮有申请没收13亿的犯罪所得。另外是中国时报，为着要刺激国内旅游，关公司有规划平常日带房的补助等5大旅游的优惠，希望会当带动咱国内观光。
这国旅的补助伫咧昨开放，予民众来登记，有先按照身份证的尾号来分流。对于9月初1就当开始使用。那准使用这平常日带房的补助，而且佫有抽到生日旅游优惠金，上济是会当补助3700块。为着鼓励民众平常日佚佗，加上海外高消费客来台，交通部观光署20公布平常日国旅住宿优惠办法，主要行甲团体旅游拢有优惠。台湾国内旅游现在的价格都太高了，就是平日的住宿价格都太高，所以如果有补助的话，确实可以吸引我去一些地方观光。因为我们是服务业，所以平日放假比较好放。然后如果有这个补助的话，就是可以刺激大家去国旅。观光署表示，为9月初1开始，平常日都是礼拜到拜四，无含固定假日甲连续假日。民众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暗上济补助800，第二暗各段上济补助1200，离岛地区第一暗1000，第二暗各段是1500。另外，还有奖助生日券，民众若是上网络登录，每个月会抽出1000个，每人会当接住住宿金额1200块，还会当甲平常日的住宿奖助做为使用。留宿跟不留宿，它的产值大概差了4倍，所以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想把大家再找回来。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若是公司举办员工国内旅游2天1暝，也会当得到旅游奖助金，每公司奖励每团2万块，上最申请6万。另外，为了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灯游会展奖励旅游也甲未上来台，针对要来台湾的旅客，有机会得到5000至3万不等的奖助金额。观光署是讲，国内旅游补助登记为20开始，民众会当上网络登录，而且平日住宿佮加生日券，整体计划会当增加400万人次的国内外旅客，产值大约达到180亿。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媒体刊文，宣布要对伊朗来发动有史以来上毁灭性的经济制裁，讲袂只是经济版的6万地定律，一个强调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也都要面临着真严重的经济制裁。美国和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伫17到期，但是美伊的情势同款无啥物变化。美国总统川普19伫社群媒体真实社群来发文，表示讲无人亲像伊安尼，互伊朗遮尔好的机会去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却无把握机会，因会对伊朗来发动经济版的诺曼底定律。川普讲会展开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上有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是较早毋捌有的规模的经济战争和孤立，因为这个措施会互伊朗无法度运作。And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Right now, the strait is open. A lot of boats are coming through. People aren't reporting that, and that may slow down a little bit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a lot of boats are coming through. 川普的发文强调讲，任何向伊朗来提供援助的国家，不管是以金融机构、企业、机场，还是政府实体的各种形式，只要有援助，都会做连做，要面对真严重的经济制裁。另外，对伊朗的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的额度、现金转移、换外汇的所在、登记准的所在、空壳公司等等，拢必须要停止。对这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是用社群平台 X 来回应，认为讲川普的宣言是要转移民众对美国家己经济危机的注意力，这进一步施压会失败。伊朗的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因为川普的言论受限，讲伊朗早就已经完善规避对外贸易和金融限制的方法。英国金融时报是报道伊朗革命话对即马当地苹果，若无发生一轮的全面的冲突，造成冲突升级的时阵，会扩大反击的范围。无摆拄攻击美国伫欧洲的军事目标，也是攻击荷姆兹海峡水下公潜电缆。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罗西亚搁再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而且是攻击到能源设施甲人家厝，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超过40个人受伤。甚至这罗西亚的攻击也牵连到乌克兰隔壁的国家罗马尼亚甲摩尼多瓦。乌克兰基辅市区卢仓厂，无论是大型仓库，也是民用主体、大楼公寓，拢真做是罗西亚上新一波的攻击目标。这波攻击也超工锁定基辅的能源基础设施，予伊大规模失电，同时烧水的供应也无啊。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as always a goal, especially last winter, because Russians want to let leave our citizens without electricity, heating, water. It's genocide.
罗西亚19暝4到20日透早，除了针对基辅，也对另外5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因为攻击时间比英国有较早，所以有超过3.8万基辅市民秘入去地下铁车站过暝。空袭期间，捌出演电影《X 战警金刚狼》的好莱坞名星李佛薛伯也当咧基辅访问，佮卡秘入病院地下室避难，以呼吁美国赶紧提供乌克兰爱国者系统。I think what the sight that I just saw revealed is how important that is, how necessary it is to try to stop some of these really powerful munitions before they achieve their targets, which are clearly civilian population.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日强调，乌克兰不是咧甲美国讨礼物，是要家己开钱来买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希望川普政府会当赶紧做出决定。Ми говоримо не про подарунки, це про готовність України купувати зброю. Важливо, щоб були рішення, відповідні політичні рішення партнерів і передусім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罗西亚上新一波对乌克兰的攻击，是真侪架无人机飞过界，破入邻国甲侵犯领空的严重事件，引起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欧盟甲北约的强烈连锁反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这是一场罗西亚针对欧洲有无有针对性的普色地带威胁行动，想要恐吓欧洲公民，分裂欧盟，而且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波空袭也让北约当兵的成员国对战火溢出来，还有领空主权受到侵犯的危机感。加关到新的战术，公司新闻景完庆编译。镜头往来看中东，2天前加沙地区有一个5岁巴勒斯坦囡仔，因为以色列的攻击受困伫咧车顶。迄当阵伊有打电话甲红星月会来讨救兵，不过落尾这个囡仔甲来救援的人是拢总去互以色列的军方弹死。这个故事有互翕做电影，摕到国际大奖。也即马以色列的国防军嘛宣布讲，要对这件代志来启动刑事调查。穿桥仔式的洋装，头壳顶搁戴一个头毛箍仔。5岁巴勒斯坦的查某囡仔辛迪，伫咧镜头头前，手插伫咧腰，看起来真有自信。伫咧翕相机头前，伊拢是安尼笑眯眯。啊，毋过即个单纯的囡仔，竟然嘛真做庆下的亡魂。当时辛迪甲伊厝内底的人，去互以军要求赛车离开加沙市。伫咧半路中去互以军用大炮攻击，当时车顶有真侪位亲人当场来死亡，敢若剩15岁标志甲辛迪活落来，2个已经惊甲神魂无条体查某囡仔，伫咧亲人的遗体边啊，甲手机啊摕出来，卡互巴勒斯坦的红星月会来化救人，嘛留下70分钟的录音。对话内底会当听到一声搁一声的庆声。会当想到当时2个姐妹啊是多尔惊吓，就伫咧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了后，所有的人竟然拢失去联络啊！伫咧12天后，包括辛迪、标志、厝内底的人，甲真侪位救援人员的遗体才去用找到。现场的汽车至少350个清空，这嘛是平民甚至是囡仔去互杀害的证明。辛迪死亡的消息，互国际社会是非常的愤慨。突尼西亚导演卡劳瑟尔宾汉耶，把伊的故事拍做一支纪录剧情片《辛迪之声》，伫咧去年摕到第82届威尼斯电影的评审团大奖金狮奖，嘛入围奥斯卡，也有英国电影学院奖等等重要的奖项。导演形容这支片是一个关系武力感的电影，啊，毋过嘛是行动的呼吁。伫辛迪过身的2天半后，以色列总算对这件代志启动调查。以色列的国防军19发表声明，讲 IDF 有义务调查战争中间发生的特殊事件，嘛委托军事警察刑事调查处来展开刑事调查。啊，毋过辛迪的阿嬷讲，因无相信以色列的司法机构会当还予因一个公道。احنا كعائلة ما نطالبش بس بحق هند جزء م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جزء من أهل غزة احنا بنطالب بحق هند وبحق أطفال غزة بأكملها بحق كل حاجة بتصير من أحداث أو جرائم ترتكب بحق أهل غزة。辛迪的阿嬷嘛呼吁，除了对伊的乖孙去用杀害的过程做调查以外，国际社会嘛应该针对以下战争中间几大千个加沙囡仔去互杀害的事件来启动调查。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
中非共和国10月发生乌金仔炭坑放落来事故，已经造成上百个人死亡。现场规定的炭坑是未腐走，拢受困伫咧内底，死亡的人数恐惊佫会增加。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政府无形国债头一届超过40兆美金。毕竟是强调支出有咧准则，主要是因为疫情了后要振兴促进经济成长。中国的恒大集团涉嫌财务造假、拐钱、诈骗等等，创办人柯家印一审是被判无期徒刑，因两个后生嘛被判刑。因为恒大集团佫要罚88亿2000万的人民币。来关心东非的乌干达，进前是用一种原则做理由，甲4位入境的台湾人扣留护照。咱的外交部表示讲，经过协商了后，即马乌干达的移民局是已经退下护照啊。也另外，在中国东方航空是有申请8月21要飞中国西安往回咱桃园的包机。不过因为这段时间无伫咧大年节的前后，所以目前这个申请是去互咱拒绝。为了争取多坐直航航班方便台商往回两岸，上总理事长柯书博讲，要向陆委会甲民航局建议，以双包机后直航的方式增加航班。不过，中国国台办20记者会讲，东方航空要向咱方提出西安来回桃园的包机申请，互人以无伫这次包机范围内的理由拒绝。这个咱方申请条件伤严，民众甲业者看到煞接袂到。因为8月21号大概只有中元节了没有跟中秋节还是离得比较远一点。那包机是为了方便台商啊，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不会为难自己人。根据咱国民航局的规定，目前会当申请包机的节日范围是清明节、5日节、中秋节前后7天，还是春节前后14天。上总理事长柯书博讲，中国东方航空申请的是中元节包机，航班日期是8月21，确实无伫咱方同意的范围，所以就要看中秋节包机。西安申请的是用中元节，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准我也跟民航局讲，我不是只有跟陆委会讲，我是跟他说，那中秋节人家只要再提出来，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除了两岸包机议题，外交部嘛接到通报，这阵仔前后有4个摕咱国护照的人入境乌干达，互人扣留护照，互官方以一种政策要求摕中国的护照缀入境中。陆委会批评中国施压第三国扣留咱国民护照，强迫缀因是降低咱国主权、傲慢压败行为。目前经过多方的努力，乌干达甲已经扣留的4本护照全部发行。监辖乌干达的我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和乌干达台湾商会共同全力协处，积极与乌方沟通。乌干达机场移民局已在当地时间8月19日将遭留置的4本我国护照全数发还。外交部嘛呼吁各国坚持专业甲务实原则，排除无必要的政治干扰，尊重咱国合法护照甲旅行文件，以确保双边正常贸易，也有民间的交流权益。记者采访报道。今年度的总预算伫咧14总算是三读通过啊。其中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是提案，甲3000万的总统府国务机要费减列1000万，冻结2000万。第四届总统府本地有甲37间庇护工厂、甲新众团体做本15000盒的中秋礼盒，即马拢受到影响。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是呼吁大家都要来到高官支持做公益。谢谢爱你哟。庇护员工疫情接待人客，后个月就是中秋节，伊嘛当得骨力做包装。这是当时前基金会开设的庇护工厂，在北部有5间店，大约协助35个庇护员工有头路，也通学技术。总统府逐年拢会编国务机要费，甲公益团体采买月饼等产品。当经费去互立法院3度冻结，基金会表示，真侪公益团体拢受到影响。中秋总来讲卖得无好。其实可能阮后边对囡仔一寡薪水还个福利，还讲在囡仔一寡未来一寡兴趣的治疗，可能要减少，因为经费无够。针对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11条要协商的时，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提案，甲总统府编的3000万国务机要费减列1000万，冻结2000万。改动的条件是总统热清标要公告立法院3读的法律。这个是一个涉及到立法院、涉及到全民，还有我们台湾宪政民主法治尊严的问题。所以呢，我这边的话就是坚持说，基本上就是减列1000万的国务机要费，还有冻结2000万。最后这项提案因为那被占人数优势3读通过，总统府拜四也开记者会公开向受到影响的公益团体回示的。预购了一些月饼要分赠
赠送到偏乡离岛，甚至到弱势的机构团体。这一点因为预算被煽动，无法来履行，所以今天呢，我要跟所有的这些身障团体皮肤工厂，跟大家说一声真拍谢，让大家可能在这个订单上有所受损。原本总统府今年已经甲37间庇护工厂新疆团体主办的15000盒中秋礼盒，总统府表示有关的想办法采购。总统也强调，逐年嘛拢会家己采买支持公益团体，嘛希望社会大众企业到收听。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闽南行政院昨是去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案，国防经费是来到1兆1225亿，比今年加1730亿。若是达到占 GDP 3% 以上的目标，这金额嘛是头一届超过1兆。另外，明年的这个总预算也有列入军公教调薪4%，提高各项加级等等。不过，在野所要求的志愿役加薪3万，也有提高经销所得替代率，这部分是无编列入去。各州天津3型飞大车是机动部署到新北5个的爆花公园，强化首都的防空，展现国军的防卫能力。行政院20确定116年度总预算案，整体国防预算有到1兆1225亿，第一摆是超过1兆。那用115年8月发布的116年度预计 GDP 37.3兆来算，占比是3.01%。3.93是为了让各位去比较，在去年3.32，我们同样基础之下的整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变化情形，会有2个数字来同时做一个揭露。明年总预算案纳入军工交通案加薪4%，经费是增加383亿。在军人的部分，二等兵的待遇明年1月7日增加到57330块，和105年比是增加18705块，正好是48.43%。另外，总统赖清德宣布，今年7月开始增加第3类战斗部队的加给，适用的部队差不多占全军32.2%。大概整个战斗部队加起没有办法指引到，大概是占国军编制数大概是13%左右。另外，在警消的部分，今年3月开始增加警勤的加给、危险加给加成等等，扩大警消奖励金的范围。警察人员对警做3届到警政1届，待遇之给的调幅是23.52%起跳。扩大警政消防署工作奖励金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及呢，我们会持续来扩大深夜围绕津贴适用的对象。所以这些加起来，就是我们对于警消一个持续的一个保障。不过，明年总预算嘛是无编入在野要求的志愿役加薪3万，提高警消所得替代率。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讲，已经强化军警各项待遇提升津贴。那我们会在10月15号之前，半年之内，会正式的向立法院提出一个有关军公教保障的措施。另外，今年的总预算顶礼拜在立法院3读，行政院上近27会讨论通过追加预算。本地行政院提出的1.25兆国防特别预算，落尾立法院敢若通过7800亿，减的4700亿。国防部强调，包括公经飞弹等等，拢会纳入追加预算的范围。另外，立法院协商条约提出拢总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条例草案，与无共识专案保留。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部日本的漫画，叫做《年糕喵喵》，伫咧网络影音平台播出了后，就有家长去向当时基金会来检举，讲这影片内底出现假婚，也阁有包装品牌等等这画面。这部漫画伫咧香港已经停止播送，昨台湾的影音平台嘛陆续甲伊落架啊。因为咱的国检署表示讲，这漫画是涉嫌违反着婚害防治法，相当是会当罚到100万。有名的动漫《年糕喵喵》是改编自同名网络甲青年帮会的日本电视动漫，伫网络甲真侪影音平台拢会当看到播出。也毋过最近有家长发现片中定出现部分的画面，也清楚定现婚品品牌的包装，向当时基金会检举。如果这样的资讯来源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被切断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在小朋友中间去流传，怕小朋友还不懂的情况下会去模仿，或者是跟着做这个事，所以是不太好的示范。当时基金会指出，规个动漫若定出现部分的画面，甚至会当清楚看到婚品品牌甲包装外观。这支动漫片中无过只是单纯剧情呈现，而是透过介绍经济甲画面，反复强化特定婚品品牌甲部分的形象。目前已经召集结婚主管机关要求尽速依法定处。
每一支烟的上面，它还清楚的把品牌的名称印上去。希望政府能够赶快的下架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对年轻人有负面影响的影片。国教行动联盟表示，有关这部动漫片在香港、台湾等国家播放，香港卫生署已经去向网络平台要求终止播放，台湾安怎也会当继续播出。香港是自己主动来去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应该主动去做这件事啊，去了解啊，甚至去看法律当中有没有违反，再让业者自己去定说相关哪些片要剪。国建署回应，根据《妨害防治法》第25条，电视节目甲戏剧表演等内容，拢袂当特别强调部分项上《妨害防治法》第12条，禁止以传播媒体、网络、电视等特定方式来做宣传甲销售，已经请地方卫生局依法查明。若查证属实，相关会当处新台币100万罚款。国建署会依法透过跨部会机制，关注新形态媒体内容，甲分片信息不法露出的情形。记者采访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台中市西区有一间幼稚园是业出不当管教，家长指控讲伊4岁查某囝才拄去幼稚园3礼拜，伊就发现讲伊的身躯顶有加真侪热着伤。园方是讲在教保员咧管教时阵，日头准材料无好势，不过现场是无监视器。市府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派人去调查，不过嘛去获议原来这个饲虎的动作上过拖沙。手骨内面有红骨症的伤痕，互家长真甘。台中一个家长20日面台陪判出来指控，西区某一个幼稚园好亲像不当管教，第4岁查某囝怪人脚、手骨甲大腿有真侪伤痕。爆哭告诉妈妈是哪一个老师对他进行了按压、掐捏的行为，而且明确的跟我表明。他拼命在喊妈妈，然后这个老师全程是用拖拽。查某囡仔拄入园3礼拜，家长17发现伤痕了后，向园方反映，煞个人得到管教力质无好，也甲无监视器的回应，去甲隔工通报市政府。不过教育局一直到20才派人调查，这个期间教保员阁继续上课，嘛后面代这个调查前沿，也惊影响证据的保全。家长已经举证明确，那教育局应该要在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就要入园来调查。完整的来对所有的物证来搜证完毕，任何的处理都要经过相关的一个程序的部分，而且我们的程序没有逾越任何时间。教育局回应处理儿童虐待案有一定的流程，20幼稚园正常营运，园方人员接到记者卡来，先讲无法度回答，佫讲请教育局回应。我们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的良善在哪里？你们觉得你们幼儿园本身就没有问题吗？好，那我请教育局回复你们好吗？今天召开了审查小组会议来受理这个案子，后续我们会请调查小组来进行调查。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老师看到而没通报或知情未处理？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透过调查才知道。教育局表示，互人指控不当管教的教保员目前已经互园方停职，后续会请调查小组进行相关的调查，查清楚原因甲责任。记者采访报道。网络内容安全防护机构公布上新的数据，指出受到网络霸凌的比例是逐年在增加，而且今年伫网络流传性相关的信息，伫各式各年级的比例是超过国中甲高中。这机构也呼吁社会除了爱理解囡仔心内使用网络的需求，也得爱提醒因来保护家己的隐私甲安全。网络方便进步，大粒囡仔拢会伫网络查资料、看影片，甚至交朋友。网络内容安全防护机构 iWin 有针对绩效使用网络的行为做一份调查。调查显示，网络霸凌的比例逐年增加，对2021年的2.2%，增加到今年已经7.3%。另外，伫网络传信相关的信息的比例，各属高年级别也超过国中甲高中。2026年的数字，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传相关性相关的讯息，不管是自愿的、受他人的这个压迫的，或者是说有点像是这个加害者角色的，非常值得警示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国小高年级的学生的这个比例占比较多数。为了防止儿童甲青少年伫网络接触到危害因身心发展的内容，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委托民间的 iWin 处理申诉的案件，去年接到申诉的案件是2100多件，互人检举的网站超过7000个，其中境外比例是占84%。NCC 也表示，希望对源头平台的设计打造更加适合儿少的网络环境。2025年，我们总共
受理的申诉有2184件，所以它涉及的网址数有7079，境外的案件数远高于境内。平台治理的重点不只是移除个别有害的内容，而是让平台从产品设计到日常营运，从被动处理走向主动预防。艾伟也表示，今麦网络甲 AI 快速发展，外并无的技术甲假消息满时，呼吁社会应该爱先了解囡仔伫网络的行为，去理解因内心的需求，毋是用禁止，爱用提醒的方式，互因保护家己的隐私甲安全。记者顾有麒林秀凯台北报道。高雄的榜领国小伫咧旧年转型做台语实验小学已经满一冬啊，即马算是传出新学期的一年啊新生，但啊7个尔，无到旧年的一半。校长表示讲，主要是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因今年会甲台语文的教育对幼儿园来定根生态。用台语感谢阿母的辛苦付出，和台语课程拖尾一冬。北岭国小转型台语实验小学的头一批1年，无论是台语能力还是学科的提升，拢互家长真放心。不过现在所传出，新学期的新生人数剩7个，也无甲旧年16个一半，互各界是真烦恼。校长讲这是大环境少子化的关系，不过学区外囡仔占4个，也代表办学有受到家长认同。用台语来教册，无影响到囡仔学习。你今年因也按算要甲台语教育对幼儿园来定根。按下早啊问好，食点心，食中昼，困中昼，放学。老师会用这足熟悉的台语的语言，教生啊互动交流。吼，啊，第二个重点就是我要请专业的台语老师入来班级绘本讲故事。师资的部分，除了老师就是专业上的成长之外，我们也会引进外部的师资，一些像跟大学的教授合作啊。还有就是我们专业辅导团的部分。校长讲，来读北岭的囡仔学区外一年比一年多，正做台语小学未受到学区的限制，北岭阁会当延续发展。转型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小学，是因的引进嘛是挑战。有学者建议，除了台语以外，阁会当发展特色课程，甲别个领域的人求来做咱台语人。因为别个作文本地无咧用台语，所以你即马颠倒是你家己吸引入来。因为这个物件，真像讲咱有台语加科技，伊家长想要互囡仔学科技，伊爱先来学台语，还是迅速学台语，安尼台语的市场就变大。咱的公家的考试的制度，包括大学也是公职人员这考试，应该爱采用。这嘛希望就是讲，这个民间企业嘛会使来认证。新学期伫要开学啊，校长讲实验教育的成果，毋是一冬两冬会当做出来的。学科方面的知识一定袂互家长失望。所以来除了继续提升老师的能力以外，伫咧环境方面，嘛打造更较侪台语元素，互囡仔顺其自然学台语、讲台语、爱台语。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永昌报道。来关心环境的议题，根据统计，台湾平均一冬有大约上万只动物过车路的时阵会去互车弄死。也有民间团体是即时冬来记录到，伫咧南回公路有152只动物去互来往的车弄死，而且甲因收集这些资料甲动物的标本摕来做展览公布。呼吁民众咧赛车嘛，就爱来关注动物的生存安全。南回公路粉垮了后，真侪民众甲一寡驾驶人，无论是日时还是暗时，一个无细致就会弄到对山顶、海边啊走出来的动物，有真侪动物拢出车祸死去。当地民间团体大中工作社收集最近4年南回地区动物互弄死的资料，发现有各种的动物，计共152只互车弄死，不过无通报的可能佫较侪。为着互南回公路洗车骑车的人注意经过动物，因特别伫南回野用一看到了解的方式展示这寡调查结果，也表示对大武乡、南兴川到大德川这个路段，常常有动物互弄死。参观的民众看到这个数据甲死亡动物的野象，是感觉真惊人。人类开了道路，把它破碎之后，那个栖息地，他们就会被切开2半了。那他们会意识到这个吗？动物当然唔知影什么是交通安全，内中工作社特别设计警告的牌仔，希望政府相关的单位会当伫常常有动物互弄死的地点设优先动物的号志，来提醒赛车、骑车的人注意动物，也保护家己安全。山上很容易被撞，那它当然它被撞完以后，可能车子有时候会有一些损伤以外，那如果他今天是遇到机车的，他其实那个人会摔车。
台湾动物路死观察网也发现，平均一年大约有1万只以上的动物互车弄死。也若人类也无啥清楚什么公路常常有动物出现。台湾动物路死观察网就推出通报的平台，邀请民众通报记录发现动物互弄死的地点，还有物种的资料库，做伙改善人甲动物共存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县目前有5个社区成立照好社区巡守队，伫咧大丰社区今年3月也是头一届来记录到照好的身影。即马中华县府今年也来扩大这照好生态服务的给付项目，要发奖励金来鼓励农民推动友善政策，做回来守护保育类动物。透过监测的相机，清楚看到一只石虎行过草坡。这是彰化市大丰社区2024年成立巡守队了后，头一届记录到石虎的影像。彰化县从年开始，陆续伫彰化市的大丰社区、分园大德社区、和美镇的嘉宝社区等5个社区成立石虎巡守队。大丰社区伫今年3月开始连续翕到石虎，5个社区巡守队拢已经有石虎出现的记录。一定要换所在，因为怕有地方有野狗。有野狗出入，师傅就不会接近。应该他若到即马1年外哈，然后就1年附近发现到啊。伫3月份的时阵出现，啊，到伫真章啊6月底的时阵嘛，伫咧附近出现吼。代表讲吼，其实遮的环境嘛做了好的话，其实伊离咱比如讲市区啊，还是讲台湾种高密度的迄个住宅区，其实是拢做歪的。保育人员表示，彰化市大丰社区虽然挖山区，但是徛过济，人类活动嘛真接，会当翕到石虎真无简单。今年彰化县府嘛要扩大举办石虎生态服务给付的范围甲项目，希望透过巡守监测、自主通报甲友善农地方式，鼓励社区居民甲农民做伙加入保育的行列。我们今年也会推动友善耕作。就是找当地的农民大家一起，除了社区守护石虎，让农民友善耕作，一起大家共同来营造石虎的友善环境。县府表示，石虎是台湾用要绝种的保育类动物。今年除了原本的社区巡守队，农民也配合友善耕作，嘛会有奖励金。透过监测资料加友善环境的营造，会当更加了解石虎活动的范围，嘛望降低人类活动对石虎的影响。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心律不正的患者有超过600万人，当年也造成要1万人成功死。伫咧美国，就有一间大学是来打造患者的所谓心脏分身，先伫咧虚拟的心脏顶管试验治疗方案，会当来提高治疗成功率。这粒彩色的心脏，就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透过高阶的核磁共振造影以及变换个人的数据所形成的所谓心脏分身。这个技术有可能改善恶性心律不正、心室病变的治疗效果。心律不正真恶治疗，嘛是心脏向定期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每当伫美国大约造成30万人死亡。研究显示，透过模拟患者的心脏所谓分身，医生会当更加有效治疗。So it's a very unique tool. It isn't just that it's a twin of what's happening. It is a predictive tool. It is takes the data of the patient, predicts what should currently be done, but also predicts how it can be done, so it doesn't recur.And so the patient doesn't have to be rehospitalized. 治疗心律不正的手术，普通拢是用电烧，是一种微创手术。医生会将悠长的讲弄入心脏，经过电生理监测找出异常的位置，利用冷热能来消除异常的组织。透过所谓分析心脏的数据，伫手术进前就会当知影要电烧的正确位置，买单预测手术了后的状况。These arrhythmias patients are ablated and they come back.You know, in a few months, 2 years, and they ablate it again and more damage is done. So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our prediction is pre-procedural. You know it before the procedure, you know where to go before the procedure, and it is calculated in such a way that not only captures the current arrhythmia, but it captures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the ablation. But I think this is sort of a groundbreaking approach to say, up front, we know where to ablate based on these virtual models, on virtual digital twins,
and therefore we could potentially make these procedures more predictable than what they are right now. 这项研究目前还在初步阶段。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敢若批准伫10名患者身上使用这个技术。研究结果显示，8个患者伫治疗了后无出现心律不整，2个患者伫康复期间敢若出现一阶短暂的心律不整，成功率明显比传统治疗的60%更加悬。未来佫需要佫较大规模的研究验证，而且研究成果已经刊登伫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嘛显示医界当咧一步一步将数位模拟技术引入医疗的领域。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药厂默沙东甲莫德纳是合作来研发个人化癌症疗法，甲 mRNA 疫苗联合免疫药物，精准来对付癌细胞。双方也宣布第3期的临床试验成功达标，会当来降低黑色素瘤患者病情搁再压起来甲恶化风险。未来嘛有机会会当应用伫咧治疗其他癌症。默沙东甲莫德纳联合开发的个人化疗法，是将黑色素瘤患者切除的组织，透过基因定序找到特定突变，大约6礼拜会当全工设计出专属的 mRNA 疫苗，可以训练免疫系统准确识别残留的癌细胞。拢总自高版，佮配合默沙东的免疫疗法药物，技术达共同驱动 T 细胞，精准鉴别癌细胞。两间公司针对1000多名黑色素瘤的患者，用这种联合疗法做1年的大型实验。19宣布第3期临床实验结果达标，成功达到测验终点，详细数字还未公布。不过根据6月公布的第2期追踪数据，受试者癌症复发甲死亡风险已经降低49%，完全转移风险降低59%，佫无出现严重的副作用。If we're anywhere close to that.This is a blockbuster, and in general, those types of agents get approved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 专家表示，若最后数据得到审查通过，这项疗法有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改变未来治疗癌症的方式。目前莫德纳也伫膀胱癌、腰子癌、腰鞘腺癌、胃癌患者的试验中研究这种联合疗法，表示未来1、2年内会公布真侪试验结果。另外，罗氏药厂甲 BNT 也咧做大肠癌甲腰鞘癌的相关 mRNA 疫苗试验，预计未来几年会陆续发布结果。公司新闻是回读编译。再来看全球头一座 AI 技术博物馆，今麦已经开幕啊！其中这4名百科全书的作品是透过 AI 会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到这，用目睭看展览，也会当用声音、用气味做伙来感受。行入去展览的所在，会使看到一直变化流动的光影世界，真大浸水式的投影，把规个空间包起来。类似是伫咧热带雨林同款，观众每一摆呼吸，每一摆机体震动，拢会即时化作是光影的色料粒子，改变眼睛画面的色彩甲线条。这座超过700平博物馆是真出名的媒体艺术家安娜多尔甲伊的工伙伴用3档做出来的。馆内规划5个展区，结合人工智慧、环境数据、声音、气味，还有互动科技，要让观众进前唔捌有的全感官艺术体验。We think that AI has only prompting technologies. Actually, to art making, we can go beyond that. That when the AI is trained ethically and sustainably, there's an incredible possibilities for art making and imagination. 展览上特别的所在是用真济来自自然界的科学大数据。创作团队和全球上高的科学机构史密森尼学会合作，将成本的资讯用 AI 重新做出4名百科全书，观众伫咧内底行来行去，若是看展览，更较像是伫咧甲大自然对话。And to just remind everyone, this is not about replacing nature. This first exhibition is about understanding, loving, and respecting more nature. Nature, we belie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inspiring thing we have as humanity. 除了用看的，甲用听的。因搁甲气味搬入去展览内底，参观的人挂特殊的装置了后，会对画面的变化闻到无同款的香味，为花香、食物的香，还佫有淡湿森林的味，拢甲眼前的影像斗阵进行。And we developed 12 olfactive imprints, and each scent is infused with new technologies, newer material, new molecules. 不过 ，AI 愈来愈深入文化甲创意领域，
讲到版权创作者的角色，还有演算法，敢会取代人类创意的讨论，嘛愈来愈多。这座全球头一个 AI 艺术馆，无意外嘛变作是思考这个议题上实际的所在。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来自乌克兰的芭蕾舞团今仔日开始被连续3天伫咧台湾演出出名的天鹅湖，伊是透过全球巡演的方式，要展现因乌克兰芭蕾舞风格水，嘛要展出乌克兰人袂互战争拍倒。优雅的舞步展现芭蕾舞的力甲水，男女舒适舞者演出有名芭蕾作品《天鹅湖》。因所属的基辅芭蕾舞团成立12年，巡演遍及美国、荷兰等地，展现出对角色的高度掌握力。We need to live this role on the stage, and it's essentially interesting, you know, and in the same time difficult part of your work. When I play White Swan or Black Swan, I never try to become White Swan or Black Swan because I think every person now has like different faces. Some faces which is similar to White Swan, and I have some faces which is more similar to Black Swan. 首席女舞者挑战白天鹅、黑天鹅双重角色真正难，平常的练习完全袂当凊彩，因为俄乌战争继续进行，冲击乌克兰民众生活，舞团练舞也受到影响。We have base in Poland, and also we have one b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try to practice outside of Ukraine, and it's more safety for the dancers and for their families. 就算战争影响到练舞的步调，舞团游员要求舞技要精准到位，展现真情感情满力的解说力度。舞团希望透过继续跨国巡演，展现乌克兰人民的稳动动徛在在，也欢迎台湾的民众到场欣赏因的演出。记者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